金州老人院最近只係剩翻2名後備球員咋，到底主教練 Steve Kerr 會點面對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 歡迎大家嚟到 NBA Talk。今季我已經去過6個場館，報道過30幾場常規賽，仲喺更衣室訪問過 Kevin Durant、Wemby、Cade Cunningham 同埋 Devin Booker 等等嘅球星。等我同大家分享下最近 NBA 有咩熱話。啱啱呢，我就睇完紐約人主場迎戰金州勇士嘅比賽，勇士隊中可謂傷兵滿營啊，當中包括早前已經宣布收列嘅 Jimmy Butler、Curry 兄弟、Draymond Green、Al Horford， 仲有 Porzingis 啊，就連主教練 Steve Kerr 都喺記者會笑稱公關主管都要落場應戰。有消息就指出 Steph Curry 將會喺排名附加賽復出，有機會帶領勇士再次晉身季後賽。其實 Steph Curry 從來都冇宣布過退休㗎。咁有球迷就提議，有見 LeBron 同湖人關係轉差，勇士下年會唔會簽入 LeBron 呢？如果佢兩位一齊做個 farewell tour 都幾有噱頭㗎喎。大家又覺得勇士進軍季後賽嘅機會大唔大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啊！